大家好，我係老陳，今次就同大家介紹下一架啦，哈利嘅 XG750。依架750有咩特別呢？佢就係一架唔係美國製造嘅哈利，佢係印度製造嘅，所以呢，真正玩哈利嘅人就好鄙視佢嘅，因為佢係唔會流住美國嘅血。但係有個好處咧，就係因為佢會平，零件多，淘寶充滿晒所有零件，因為中國都有製造。中國係 XG58，咁750就係印度製造。其實我都改咗好多淘寶件，佢失敗就失敗在唔係太受歡迎。喺美國、喺香港、日本都係銷量麻麻，但喺印度同埋南亞、澳洲之類咧就非常之好賣嘅。佢亦都係挽救咗哈利嘅業績。佢由16年開始到而家，我諗都係單一款式嚟講，佢係最暢銷㗎啦，超過1萬架。其實佢個造型設計咧都係唔差嘅。有邊啲人會中意呢？真係唔係太大件嘅，因為佢個座椅好低，就算係原裝凳都好低嘅。普通160嘅身高都係雙腳掂地。而呢，就係中意美國隊長啦，當然美國隊長咧揸住佢揾食㗎嘛，同埋佢價錢夠平。新車落地香港唔使10萬，比一般883都去到15、16萬嚟講，佢真係平一大截。佢行起上嚟呢，就冇883咁震。當然啦，比起啲1200啊、1340啊或者1100嗰啲嘅更加暢順啦，叫做力量係夠嘅。始終佢都有750，同埋佢喺香港比較合適就係佢唔會好熱。因為佢副計呢，就個擺位就冇883咁近嗰個大髀位嘅，行起車上嚟呢，佢係會涼快少少。咁當然你唔好諗住真係涼浸浸啦，都係熱嘅，但係就冇咁熱啦。咁佢就行皮帶嘅，前單碟後單碟，大家睇睇。咁我就都改咗部分件啦，凳啊。咁加咗個 G.V 嘅風擋，咁就原裝嘅防滾架啦，佢唔係防滾架嘅，叫做唔知咩架啦嚇。換咗一條圖仔喉，咁加咗個原裝嘅行李架尾背，就係咁上下啦。咁就揸落其實係好揸嘅，係好揸嘅。你唔好當佢哈利揸，你當一架，如果係當一架普通嘅日本 chopper 咧，其實佢係合格有餘，同埋佢個加速係真係強勁嘅，唔係講笑。但係佢唯一個唔好處就係佢嗰兩塊鏡，原廠鏡個視野實在太窄，你坐上去點夾其實都望到自己手臂同膊頭嘅啫，係永遠望唔到後邊或者側邊嘅嘢嘅，所以我都升高咗佢。就裝咗2個美國嘅哈利鏡，咁就特別少少啦，好睇啲咯。咁胎就因為前胎就比較大窄，所以彎咧就比較係冇咁暢順啦，都唔好話暢順，咁冇咁靈活啦。後胎係闊嘅，咁起步其實都打滑機會唔大。嗱，俾大家睇呢個樣，其實都係靚樣嘅，靚樣嘅。油缸細，咁個油缸我通常都係入12至13列咧，就行到300公里度咯。咁視乎你係入幾多錢油啦，都係唔使1蚊嘅。大家再聽聽佢啲聲。
就係咁啦，多謝大家。